由澳門樂賢國際慈善會主辦的星動心源唱響無限可能至叻星大賽籌備會，於5月24日中午11時半，在金龍酒店4樓金龍軒舉行。活動獲多個社團及機構代表支持，共同商議賽事細節，冀為特殊學生構建展現才藝的平台，推動社會共融。澳門樂賢國際慈善會會長馮琪表示，特殊學生群體受自身條件及社會環境限制，較少機會展現藝術潛能。是次歌唱大賽讓特殊學童走出校園，擁抱舞台，通過公開表演增強自信，激勵其積極面對生活，同時喚醒社會對其身心發展的重視。活動將面向全澳特殊教育學校學生，分階段進行選拔與培訓，最終優勝者有望參與慈善音樂會演出。比賽將於8月進行初賽及公佈賽事章程。資深教育工作者張石超介紹活動初步方案，指出賽事將結合專業評審與融合教育理念，邀請普通學校師生參與互動環節，促進不同能力學童交流。資深藝術表演導演黃潔瑤則從舞台呈現角度建議，可設計多感官體驗環節，例如加入視覺特效與手語元素，讓不同特質的參賽者都能盡情發揮。與會嘉賓踴躍建言，一致認同活動意義，音樂無分界限，讓社會看見這群孩子的閃光點。